第3級賽1800米嘅精英碟啊，準備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呢，咁啊前面快少少嘅馬中間位置有呢隻醒目名區噶，咁啊再見到埋邊就火紅人啦，最出就準備就緒第4位喜蓮歡星啊，咁啊內欄第5位嘅馬呢，有人強馬勁啦，咁啊拍住佢出邊呢，粉紅帽紅眼罩嗰隻就天才嚟噶，包咗落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跑咗一段嘅路程，過呢個1004米嘅段處啊，前面醒目名區放，咁啊第2位外邊就準備就緒啊，內欄第3係火紅人啊，再跟住嘅第4呢，就喜蓮歡星啦，第5位白衫白帽人強馬勁啊，後邊2匹馬有天才啦，包咗落尾嘅馬呢，就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。好啦，咁啊接近呢個呢，就係1000米嘅段處啦，咁啊秩序啊位置上面都唔係話好大喐動噶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呢，就醒目名區啦，擠離咗個零身位啦，外邊就準備就緒係第2位火紅人紅衫嘅，守住呢個內欄第3，第4位喜蓮歡星，白衫白帽內欄第5，仲有人強馬勁啊，尾二位置就天才，包咗落尾仍然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中間嘅位置啦，前面醒目名區呢，咁啊睇下係咪真係個地塊擺咗喺前面着數啊放嘅。第2位準備就緒啊，咁啊埋邊火紅人，第4位喜蓮歡星，埋邊人強馬勁，紅眼罩呢，咁啊攞出嚟有天才，依家發力啦，最出呢就係嗰隻喜蓮掌聲嚟噶。好啦，最後直路醒目名區中間，咁啊呢隻準備就緒過佢，響入邊有火紅人，咁啊出邊追呢就係呢隻喜蓮掌聲，好輕鬆呢，咁啊已經上緊嚟啦，天才依家先至喺出邊發力啊！最後100厘米啦，喜蓮掌聲透出啊，中間有準備就緒，埋邊係火紅人，最出嚟天才，接近終點啦。咁啊呢場呢，精英碟喜蓮掌聲贏啊，第2名火紅人，天才第3，準備就緒跑第4啊。咁啊睇翻呢隻喜蓮掌聲呢，嗰種贏馬姿態、流放尺寸，真係都應該仲有大把享受啊！好輕鬆咁樣贏出呢場1800米本地3級賽精英碟，火紅人第2。天才等人哋冚完，佢先有衝翻上嚟跑第3，準備就緒跟前都跑第4。咁啊，真係好輕鬆咁樣一條直路喺外邊又衝贏晒對手啦！呢一匹嘅喜蓮掌聲啊，咁啊上嚟穿 Q 嘅真係火紅人喎，臨尾咧都落幾多飛啊！個地幫佢啊，即係好似塊地係有啲馬可能唔係好適應嘅之中。